很好，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會哦，有請同細人共下來參加。請問係乜嘅天陽呢？今邊日發表通活方向時，天陽看拍了後，有一間新品公司會帶大家來做分享哦。哦，原來按用心，還有請公司來帶發通。係啊，因為了天陽係用童話故事，關心刻板印象，對無共款芯片物種也係促強嘅影響，鼓勵大家獲拍偏見，所以我要先生帶起大人細子共下討論。羅蘭有請，我會帶細人共下來看。拖3樓兒童視聽室2點開始表天陽。安尼哦，羅蘭看拍頭前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常用嘅詞彙，大家要記得聽聽音哦。天陽，天陽，電影。座談會，座談會，座談會。有請，有請，邀請。這裡邀請的邀，有，其中的一我們發 a 的音 ，u 我們就要發出 u 的音，連起來念作 l， 再加上聲母 l， 就可以讀出有，有請。biang 放映。芯片，芯片，性別。性品，性品，性平。性平这个词汇是华语性别平等的简称，如果要说得更清楚，也可以说它的全称性别平等。分享，分享，分享。你们，你们，你们。来说明一下你们，在客语说你们这个词会产生连音的变化，我们会说成年。同样的还有他们，在客语说家人也会产生连音的变化，说成见。偏见，偏见，偏见。带黑，带黑，带着。接下来我们来学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會。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會。下午圖書館有電影座談會。下晝，下晝，下午。圖書館，圖書館，圖書館。有，有。天陽，天陽，電影。座談會，座談會，座談會。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會。下晝圖書館有天陽座談會。下午圖書館有電影座談會。